No. John, whenever you're ready. County, I'm Tracy Premier. Hope that you have a wonderful voting experience here. Thank you, we will. Let's go. Make way. Thank you, sir. Thank you very much. Any conversations in there? No, not much. It was a very. President, who did you vote for today? I voted for a guy named Trump. Thank you very much.我想外交部已经做了提告之前完成所有的准备，那后续进一步的处置，外交部我想会适时的说明。这边也要跟所有的国人同胞来报告，首先要强调几点，第一个，我们的驻外管处在历年都有举办中华民国国庆的酒会，历年都是如此，也是惯例，跟其他国家的做法也都一样，中国无权干涉。那这次的暴力的行为，证明了中国的战狼外交不只是失败的，而且是失序的，更违反了国际的文明跟法治，这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够被容忍的。那因此，我们除了表达最强烈的谴责跟抗议之外，我们也支持外交部所要采取的一切的必要的行为。那至于您问到总统什么时候得知，在事发之后，驻馆第一时间就有回报相关的事件的状况。那么同时，在第一时间，我们的驻馆也向斐济的外交部以及警政署将人证、物证都提报给他们。那同时也做了很多外交处置的必要的工作。当然，大家也都知道，外交的处置的作为有很多种，那不是敲锣打鼓的。但总统也认为，也只是这样子的暴力行为是不容姑息的，所以我们会支持外交部所采取的一切的必要的措施跟手段。我们也希望朝野一致、全民团结，坚定台湾的立场，让全世界看到中国战狼外交的本质。那同时也要维护我们外交人员的相关的权益以及国家的利益。我想外交部已经做了提告之前完成所有的准备，那后续进一步的处置，外交部我想会适时的说明。那第二，斐济政府也把相关的事件定义为外交的事件，所以由他们的外交部来积极的涉入。那同时，我们的外交部也在积极处理这件事情。